拔草了哈，好辛苦啊，这么冷。手机显示17度呢，早上有些地方不到10度呢。超级冷气团说还可能变冷寒流呢。我已经3月17号了，你看还这么冷啊！在稻田里面拔草啊，多辛苦啊！有机栽种的就是这么辛苦。他如果用喷农药，有的用那个无人机喷农药。